问一下也请大家来举手回应我。请问一下，市长韩国瑜的施政满意度，觉得很满意的请举手，在座。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。问一下也请大家来举手回应我。请问一下，市长韩国瑜的施政满意度，觉得很满意的请举手，在座。所以我们市政府团队、内政部门每一个局处都觉得韩市长满意度没人敢举手，大家都不满意。不满意？那满意的，觉得韩市长做得很好，请举手。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。没有人敢回答。93亿是谁被诈骗？高雄市民被诈骗。那要契约才有用 ，MOU 我常常跟人家签的，没有用啊。所以韩国瑜签这93.9亿的 MOU 对你来讲完全没有用，没有意义，没有实质意义的。要契约才有用 ，MOU 只是表达一个合作意愿，但是意愿跟实际执行是两回事。所以我们北农去跟中国签的 MOU， 事实上的真相是台湾货不出去，中国货狂进来，中国发大财啊！高雄市长韩国瑜去签 MOU， 是说一说而已嘛？没有实质意义。没有实质意义，所以93亿是谁被诈骗？高雄市民被诈骗。那要契约才有用 ，MOU 我常常跟人家签的，没有用啊。所以韩国瑜签这93.9亿的 MOU 对你来讲完全没有用，没有意义，没有实质意义的。要契约才有用 ，MOU 只是表达一个合作意愿，但是意愿跟实际执行是两回事。可是韩国瑜那时候回来的时候，一共卖了很多水果出去呢，你今嘛打工没有实质意义，他会跟你抗议哦。那 MOU 跟 contract 的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啊。所以你觉得他说他签了93.9亿，这是在骗谁？他在讲。你这样有甚敢欺骗不？不然那个叫合作意愿书，合作意愿书说我有。可是他那时候说他卖了93亿的高雄水果出去呢。那个大家表示大家期望错误，那个是期待错误还是这个韩国瑜吹牛皮吹太大？不，大家对 MOU 要有正确的认识 ，MOU 是合作意愿书，不是契约。韩国瑜因为韩国瑜知道大家对于 MOU 不够理解，所以他拿说，我跟人家签了93.9亿的 MOU， 我卖高雄水果卖了93亿出去，是骗大家吗？不，一般老百姓对 MOU 不懂。我们要卖出去的 MOU 跟人家签，咱都卖不出去，咱要敢卖，比预计合约签的还要高MOU 那不好 ，MOU 有好啊，咱照讲照行，拢甲买甲搞个买超过，有没有？你有看到吗？奇怪，我们跟大陆买。而且我们还跟他买白萝卜，白萝卜难道我们没有产吗？我们有产我们还跟他买白萝卜，我们还跟他买猕猴桃。有人会去吃中国的猕猴桃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去跟中国买白萝卜？为什么我们要去跟中国买猕猴桃？这个都是你觉得他表现很好的韩国瑜跟人家签的，然后跟中国进口，你觉得这合道理吗？我们不需要跟大陆买水果真的是。我们不需要跟大陆买水果怪怪的。是啊，那为什么呢？你讲 MOU 不好，我跟你讲，就中国来讲，这个 MOU 超有真正有效啊，照拼照行都买超过。所以我们北农去跟中国签的 MOU， 事实上的真相是台湾货不出去，中国货狂进来，中国发大财啊！